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食头路的人上烦恼起烦小人。另外，嘛有一句话讲到“烦人饭，食人饭，烦人饭”，这个意思是讲食人的头路，就爱看人的面色；苦劝人爱忍耐，爱食苦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犯好玩犯第7条。这个犯本身就违反、侵害、扰乱，也有挨着的意思。像咱讲违反法律，就是犯法犯罪。另外，这个犯嘛有去强调意思，咱讲犯耍，也有犯罪罪人，咱讲是罪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犯着，意思就是触犯得失。第二个词读做冲犯，嘛同款会当讲是触犯甲得失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台南的赢，唔讲尾，流传一个民间故事，就是天照宫妈祖慈悲发落瓦架到机身，提醒大家爱避难。落尾手因为泄漏天机，冲犯天条，犯到天律100年。即嘛远港尾天照宫已经定建，香火共款正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